哦，到了，欢迎部长。好，我们这个屏风看起来很轻巧哦，一点都不费力哦，连瘦弱的人都可以推得动。好，我们的屏风。接下来这个受裁剪者，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邀请我们的大帅哥陈时中部长呢？谢谢部长，谢谢。好，我们邀请我们急诊部的钟尚主任来为我们展演一下这个裁剪的部分。好，因为这个是表演的过程我从为病人做裁剪呢。就每一个病人在裁剪之前呢，我们都没有这套屏风之前呢，我们是直接要跟病人要面对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必须就是要戴 N95 口罩，而且要全面罩。然后每裁剪一个病人呢，我这些耗材身上的耗材就得换一套。那这样子的话，在目前假如以后我们要大量筛检的时候，基于说我们大部分的病人采出来是阴性，所以到时候呢，就是变成说我们很多防护的装置都要抛弃，这样要耗费很多国家的资源。那现在有了这一套呢，除了我采的我本人我比较安心，我不用戴面罩，也不用再戴 N95 这么不舒服，那我也可以重复一直裁剪病人。因为我每一次的着装跟脱装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在一定单位时间里面呢，病人就变成要等待很久，那这个时间也造成说病人滞留时间长，我们相对暴露的风险也比较高。那有这种保护的装置以后呢，我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呢，就可以裁剪很多的病人，而且呢，我就不用说每裁剪一个病人就要着装脱装，耗费资源跟耗费时间。好，那这个用起来是相当的简单哦。那这个防水的那个。好，那我们前面这里因为今天还没有放台子，一般来讲台子呢就会前面放一个台子，前面有酒精干洗手，那会有裁剪棒，因为今天没有，我们为了要节省宝贵的资源所以这件事只是用一般的棉花棒来代替一下，就不要去耗费真的那个裁剪棒的方式。好，那我着装好了以后呢，部长先试一下材质。好，我会请部长说你往前一点。好，那你口罩拉到嘴巴的地方。你们直接后了哦。要小心，不要伤害我们帅哥部长。从棉花棒，棉花棒就进去做一个裁剪的动作。那裁剪完了以后呢，麻烦你口罩戴起来。好，那我就会把棉花棒放到试管。然后今天因为没有用真的试管，那我试管会从这个洞呢，就把棉花棒装到试管里面锁紧以后呢。这里面怎么试？我等一下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呢，这个原则上是一个夹链袋，就装在夹链袋以后呢，我会把夹链袋封起来。那我这边我里面的戴手套，然后再这个套再拿起来以后呢，再套另外一个手套，那这样就可以很安全的情形之下就可以把肌肉全部。那我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只要把这个直销直接开始做下去。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时间上尽量就开始就会变高，而且我也免去了只要着装脱装的这个过程。那我本人受到污染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都是在脱装接触的地方脱装的过程中，不确实的话就容易被感染。那我少去了这个步骤，那等于也保护了我们的外面就是好，所以裁剪结束了吗？谢谢。充分看到我们这个部立医疗体系怎么样在国家有事情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动员。像我们这边第一个案例，这也在我们的分院嘛。刚开始，然后过来我们这边我们第一关，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来，那时候发烧在检站，我还记得说碰到两个说半夜从郑州逃，就是从武汉逃到郑州，然后也跑到你们这边。一个是我们的部立医院的体系，那另外是我们的大国门就在这里。我们的任务非常的艰巨，现在看起来好像收那个病人，那现在看起来就比较频繁，起码2罢不业。不过那时候天是第1号的时候，大家压力都很大，那谁要把这个责任就把它扛下来。那我发觉我们这次部立从
扛下第一个病人，从我们接武汉的时候，那再过来了我们的保平新汉，也是我们的基隆福这部医院，那我们各个检疫所常开，最早开的时候我们中部的台中医院，那到我们部北，当然联谊也进来，然后我们到第二批。然后到钻石公主号，去日本接的武汉血友病，所以大家都看的，就我们嘛，对不对？我们部医的体系在全力的动员，那每一个院长跟我们的执行长都是这么的配合，我们行动很好，未来国家更需要这我们，那时候我在跟那时候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大家在开玩笑。那时候我们给大家签了一个名，我签了一个1954义勇军嘛那19当然就是2019那我们要记着这个日第一个就是54就是武汉市嘛，我们要记得在武汉市有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义就表示那时候我们是，我常常跟总统讲嘛，我们部医院的就会讲什么，我们公务提倡，我们是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义无反顾。那个义勇军就是说来为武汉市，那就是义无反顾的行动。保平新号也是一样上去前大家还是很紧张上去前谁知道不会跟钻石公主号一样，所以大家还是一个指令来，大家就往前走。那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这一次我们都充分看到我们部医疗体系的一个功能，从去年很快的把长照机构给它更好看，到今年各种任务我们承担，那也非常高兴我们企业界。看到我们部医院的需要，看到我们医疗界的需要，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那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巧思，那功能更是大。那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气，在对我们医护人员在采检的时候的效率、安全能够很有帮助。那最后还是要谢谢市长长期对我们部医院、我们部桃的一个支持，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事情做好。谢谢大家。